如果你嘅仔女而家返緊大學，佢哋將會返大學，或者你而家係返緊大學，咁你應該肯定會關注到而家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Kent 目前爆發嘅腦膜炎疫情。我係湯醫生，英國註冊嘅家庭醫生。咁最新嘅數據顯示咧，目前咧有20個腦膜炎嘅個案咧正在調查中嘅，咁有9個個案咧就已經確診啦，其中6個個案咧係 B 型腦膜炎，咁大多數嘅個案咧都係嚟自呢個肯特大學嘅。咁到而家咧有超過2500劑嘅預防性抗生素咧係已經俾咗一啲符合條件嘅人啦，同埋一啲密切接觸者嘅。咁肯特大學咧，亦都為一啲學生咧係開展咗有針對性嘅疫苗接種計劃。咁究竟你同埋你個小朋友咧有冇接種過呢個腦膜炎疫苗咧？首先，腦膜炎嘅疫苗咧係唔喺香港嘅兒童免疫接種計劃之內嘅。咁喺英國由2015起咧 ，BB 咧就會接種呢個 B 型腦膜炎疫苗嘅。咁喺 Year 9，即係13至14歲嘅小朋友咧，就會接種呢個 ACWY 呢4種腦膜炎疫苗嘅。咁我對今次呢個 meningitis outbreak 嘅建議咧，第一咧最主要就係了解症狀啦，因為腦膜炎呢啲症狀咧係可以好快咁嚟嘅，咁亦都有機會有生命危險啦。咁啲症狀咧就係包括一啲好劇烈嘅頭痛啦、發燒啦、畏光啦、頸部咧僵硬、嘔吐、手腳冰冷、意識混亂同埋個人會好眼瞓、好攰。另外咧就係一啲撳落去都唔會退嘅皮疹。咁如果你或者你認識嘅任何人出現呢啲咁嘅症狀咧，就即刻要去求醫啦。咁你可以聯絡你個 GP 啊，或者打111嘅熱線啦，或者咧如果再緊急啲嘅情況下咧，去打999嘅。咁第二個建議咧就係去檢查下你個小朋友咧有冇接種過呢個 ACWY 嘅腦膜炎疫苗啦。咁如果佢哋嚟英國係 Year 9之後先入學嘅咧，咁又錯過咗呢個接種咧，咁你可以睇返 GP 喺佢哋25歲之前咧係可以幫佢再接種嘅，可以補種嘅。第3樣嘢咧就係呢個 B 型腦膜炎嘅疫苗啦。咁呢個 outbreak 開始咗之後咧，咁好多人咧都有啲驚啦，咁去就會去揾呢個 B 型腦膜炎疫苗嘅。咁呢個疫苗咧係一個自費 private 嘅疫苗啦，咁但係而家供應咧係短缺嘅。呢隻 B 型嘅腦膜炎咧，咁就其實就最高危嘅人士咧，就係一啲 BB 啦，16至到23歲嘅年青人啦，同埋有一啲某些病嘅人，例如毛皮症嘅。咁如果你唔喺呢啲群組裡面咧，咁其實都唔使太驚嘅。但當然啦，都做好一啲預防嘅嘢啦，例如經常去洗手啦，唔好同其他人分享一啲食物啊、用餐嘅工具啊、杯啊、你口唇膏啊、煙仔啊咁樣，去減少傳播同埋感染嘅機會。咁另外想講咧就係，如果你個小朋友咧係2015年之後喺英國出世嘅話咧，咁亦都係 BB 嗰陣時咧係接種過呢個疫苗嘅，咁你可以考慮佢哋返大學之前咧幫佢哋接種呢個加強劑嘅。第4就係如果你收到英國衛生服務管理局 UKHSA 嘅建議同埋聯絡咧，叫你去服用預防性嘅抗生素咧，咁記得就去攞藥啦。